阿吉的话，就听那花果对别个这个抓嘛，咋是咋子觉得别莫干嘛煮瓜比，你瓜娘，莫瓜色这个抓嘛觉得别莫个弗朗哦，莫瓜色的呀，罗米我瓜比，亲手家底比别忙啊了。是不呀，花果对第二啥对别个，用这嘛一个提瓜里比，提不提来瓜比，瑞也第忙啊了。是苦瓜，花果对第二啥子对别个，瑞差嘛谁爱米阿米做第忙啊了。某色，花果色。亚麻车、亚麻色、加欧色、达拉曲绿色、曲绿色、铁绿色是不对呀。天你咋讲爱咪？木瓜色里比阿克卷嘛是对呀。天里咋那么啥？铁绿天里咋那么啥嘛？木瓜色可怪咪？若花果就加啥都别个，热茶嘛是阿米做嘛啊了。就提花瓜呀，做啥阿米嘛是大嘛？木瓜色这个做嘛绝对被木个弗朗哦。木瓜色的呀，把你五个色，爸爸在五个色，一周60年，我便宜地多买米做，一色的辣子比百个说个色，咋买米做？木瓜色晚下色，多买里嘛吃，木瓜色有下色爱米，咋嘛做了？木瓜色呀，我便不得就绝里比，咋米咋这里咋嘛谁里嘛吃？一色瓜 vitamin C、zinc、potassium、copper、iron C、phosphorus。vitamin A、B 你别说爱米阿米做嘛啊了，在木瓜色呀，我就瓜嘛是谁的题目个例子了，意思瓜 potassium 是阿米做嘛不读，是谁的题目个例子是你是的故事表个阿克做嘛啊了，在是可瓜嘛查出谁的爱米题目个例子嘛，fiber 是做嘛不读，追求那做出不表个名义做嘛是啊了比是话了。木瓜色苦瓜 antioxidant 是爱米阿米做嘛啊是，花果就一苦瓜是做啦子是你，那咋偏着马就拉那个他咋个巴拉了？在木瓜色瓜大嘛，fiber 是呀，衣服的第三里子是，咋都这么瓜一咋个巴拉了比是话了？木瓜色呀，不的嘎咋个巴拉嘛是做了？那次的木花美你大嘛瓜，木瓜色呀。花果就苦瓜，你说嘛瓜比拉嘛，不的嘎咋个巴拉路比是话路，么那苦瓜一把票拉嘛的爱米，大里怎么里嘛吃，黑嘛一次一苦瓜米，第三里子巴拉路，你嘛的爱米第三里怎么是做路，木瓜是呀，是谁的题目个里怎么里嘛吃，你嘛第三都比爱米是路个路。是苦瓜嘛，这个嘛做嘛 cholesterol 的爱米也里只是，你嘛那票拉嘛的你里子了。一把不得爱米，查大理怎么是做了？啊，女特里木瓜是一时的，一把大理那么比个热弗拉个忙啊了，一把大理啥嘛里嘛吃，花果子地区的爱米，第三啦那么是了个了，一把的是瓜木瓜是一时瓜比么嘛，一次的米个应该的，一把大理啥嘛啊是，地区一时多啦子了，一差比阿多他个嘛。一把独立嘛的大理怎么那次提进阿路比是话了，木瓜是瓜做嘛 calcium 比 phosphorus 一不呀，我都比是吃点啥都比外面瑞也忙啊了。木瓜是这个做嘛你别举不呀，木瓜是的爸爸在我个是一查瓜第四年提你瓜提个多个呀，花果就瓜嘛一次不的你里子巴拉是提个多，我和是个多个米可那么的外面大理子了。在nhà木瓜色的，爸爸里我个是查不阿的，别一比第个是你，第二次疙瘩，在第二瓜一个提一个，阿祖提祖的，奶奶提花，么克太提花，咋个呀？米希乌你票拉嘛，一次那么的大理咋路比是话了？木瓜色的，阿妈咋么打啦别呀？那大妈就是不，是谁你阿妈那就是不，我就里点数，咱女个点数不比，阿舅舅在做嘛，妈妈不呀？那次嘛怕不比挂住手里，咱那路比是话了。阿么被某个嘛呀，亲手卡的比被嘛，莫挂手这个抓嘛就得被某个弗拉个嘛了。那些个点说阿就这个啥么哇？